第48章第1節。這代志了後，有人甲約瑟講：恁老爸破病啦，伊就帶伊兩個囝瑪拿西、以法蓮三甲去。有人通知雅各講：你看，你的囝約瑟來要找你。以色列就勉強起來坐佇眠床。雅各甲約瑟講：全能的上帝，捌佇迦南地的路斯對我出現，賜福我，甲我講。我要予你生炭濟濟，誠做濟濟百姓，也要將這個地賞賜你的後裔，做永遠的業。我賣到埃及你遮的大生，你佇埃及地所生兩個囝，以法蓮、瑪拿西是我的，親像流便、西面是我的一樣。佇因以後，你所生的囝就是你的，因通歸佇因兩個兄的名下得着業。輪到我對巴旦來的時，拉結死佇我的目睭前，佇迦南地佇羅尼的中間，離開以法他還有一站，我就甲伊埋葬佇以法他的路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恆。以色列看見約瑟兩個囝，就講：這是之水。約瑟甲因老爸講：這是我的囝，上帝佇遮賞賜我的，講：請你帶因挖近我要甲因祝福。第10節。以色列年老，目睭花，未看見。約瑟帶因近挖伊的面前，伊就甲因親嘴抱因。以色列甲約瑟講：我無打算話見着你的面，但上帝閣予我看着你的囝。約瑟將兩個囝對伊兩個骹頭屋中帶出來，本身就趴落地拜。後來約瑟閣牽因兩個，正手牽以法蓮按以色列的倒手，倒手牽瑪拿西按以色列的正手，帶因近挖伊。以色列伸正手劃以法蓮的頭殼，伊是第二個，閣拍車用倒手劃瑪拿西的頭殼。瑪拿西本是大囝，伊就甲約瑟祝福講：願我的祖亞伯拉罕甲我的爸以撒所行佇伊面前的上帝，就是一生保養我到佇今仔日的上帝，救贖我脫離一切的患難。迄個使者賜福予這兩個囡仔，願因歸佇我的名下，甲我祖亞伯拉罕、我的爸以撒的名下，閣願因佇世界生炭真多。約瑟看伊的老爸用正手劃佇以法蓮的頭殼，無歡喜，就探伊的老爸的手，要對以法蓮的頭殼刷到瑪拿西的頭殼。約瑟甲伊的老爸講：我的爸啊，毋是安尼，這個是大囝，求你用正手劃伊的頭殼。伊的老爸毋嘆，講：我知，我的囝，我知。伊也要成做一族，也要擴大，總是伊的小弟將來比伊較大，伊的小弟的後裔要成做濟族。第20節。當迄日就甲因祝福講：以色列人要記你來祝福人講，願上帝予你親像以法蓮，親像瑪拿西一樣。對安尼立以法蓮佇瑪拿西的大省。以色列閣甲約瑟講：我要死啦，總是上帝要甲你佇地，要帶恁倒去恁列祖的地。我前用我的弓、我的刀，對亞摩利人的手搶來迄塊地，我擔予你，比你的兄弟得到較佳。